性功能障礙簡單啲嚟講就係行房嘅時候遇到困難，令到自己或者伴侶造成困擾。而如果呢個情況維持喺6個月以上，就可以定義為一個性功能障礙。其實男士或者女士都有機會有性功能障礙。男士比較常見嘅就係可能係一啲勃起嘅障礙，而女士比較常見嘅就係可能陰道唔夠濕潤，導致性交嘅時候感覺疼痛。喺香港，喺20到40歲嘅女士入邊，有60%嘅女士都可能有性功能障礙。症狀可以係冇乜性慾啦，或者即使有心，但係身體唔容易有反應，例如唔容易有達到濕潤嘅程度，難以達到高潮，或者喺性交嘅時候覺得疼痛。導致行房障礙嘅因素往往係生理同心理互相影響。首先，身體方面，一啲荷爾蒙嘅轉變都會減低性慾，又或者有啲婦科嘅問題，例如子宮內膜移位，或者先天性嘅子宮或者陰道結構嘅問題，都會導致行房疼痛。另外，部分嘅慢性疾病都會影響性功能，又或者長期服用一啲藥物都會減低性慾。跟住講下心理嘅影響，長期嘅壓力、焦慮、抑鬱、性創傷，甚至同伴侶關係問題，或者一啲宗教文化禁忌等等，都會令女士失去性嘅興趣，形成咗生理同心理嘅影響。當女士性交嘅時候覺得痛楚，會開始感覺到焦慮同抗拒，令到伴侶感覺到被拒絕，導致關係緊張。緊張嘅關係又會令女士身體更加難放鬆，更加痛，形成咗惡性循環。而喺一啲極端嘅情況底下，男士都會開始出現一啲性功能嘅障礙。對於有生育願望嘅女士嚟講，身體治療同心理治療係一樣咁重要，建議一齊進行，因為可以相輔相成，最終提升懷孕嘅可能性。首先，我哋會進行一啲醫學檢查，排除咗一啲身體嘅問題，並根據一啲問題作出適合嘅治療。然後我哋會建議兩夫婦進行一啲生育力嘅檢查，去揾出有冇其他嘅不育嘅原因，然後去制定一個合適嘅不育治療方案。如果有需要，我哋會轉介到一啲性輔導治療，建議兩夫婦一齊去針對性咁制定治療方案，同埋增加性溝通。然後我哋都會建議女士可以考慮輔助生育治療，例如 IUI 人工受精或者 IVF 試管嬰兒。如果兩夫婦因為性交嘅困難，例如女士有陰道痙攣，或者男士有勃起嘅障礙，令到自然懷孕有困難嘅話，醫生通常都會建議人工受精作為第一線嘅治療。喺人工受精嘅過程入邊，我哋會用超聲波去監察女士排卵，揾到排卵日子之後，男士就會提供一個精液嘅樣本，然後我哋會喺實驗室揀選一啲活力較高嘅精子，將佢放入一條好幼嘅導管，然後透過一個婦科檢查，將呢啲精液樣本直接放入女士子宮入邊。如果有啲女士可能有陰道痙攣，我哋會用一啲細啲嘅儀器去減低佢嘅過程嘅唔舒服，咁樣可以避開性交嘅困難，令精子更加容易接觸到卵子，增加受精懷孕嘅機會。呢個方法相對簡單安全，亦都比試管嬰兒更低風險低成本。但係如果做咗幾次人工受精都唔成功懷孕，我哋醫生就可能會考慮建議做試管嬰兒。有啲夫婦經過檢查之後，發覺除咗行房嘅障礙，可能都有其他不孕嘅原因，例如女士可能有啲嚴重嘅子宮內膜移位、輸卵管阻塞，或者年紀較大，有卵巢功能衰退，或者男士嘅精子質量差，我哋都會直接建議考慮做試管嬰兒，把握懷孕嘅機會。如果女士患有陰道痙攣，會對陰道插入特別敏感，呢個時候我哋會配合一啲陰道擴張嘅訓練，連同一啲心理嘅輔導，令女士慢慢放鬆陰道，適應插入感，咁樣可以令到佢哋行房更加順利，亦都可以令到我哋進行陰道超聲波檢查同埋人工受精嘅過程更加順暢，減低佢哋嘅唔舒服。做療程本身就有壓力，加上受到一啲性功能障礙嘅困擾，我哋都明白好多女仔都唔夠信心，覺得自己完成唔到呢個療程。但係透過之前嘅一啲練習，一邊聽住一啲輕鬆嘅音樂，同埋有先生喺旁邊陪伴，大部分嘅女仔都可以跨過呢個障礙。其實性溝通亦都係治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
因為喺治療嘅期間，我哋可能會遇到好多一啲嘅困難啊，或者緊張。我哋建議伴侶一齊去參與治療，去分擔呢啲困難。咁樣除咗可以增加性輔導治療嘅成效，仲可以鞏固佢哋兩個嘅關係。